細家好，中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小澤，而我終於可以離開間床，撳個錄影掣啦。作為一個學生，讀書當然係我嘅本分啦。雖然我嘅成績唔及得上別人，但係我係非常之好學嘅。咁我而家就學緊剪片同埋寫稿，做其他一系列嘅事情，因為我想努力成為一個 YouTuber。事情係發生喺上年嘅5月，亦即係2025嘅5月。我嗰陣時見到個 IG 上面都有幾十萬 follower，我就覺得好羨慕。雖然咧我而家 IG 上面嘅觀看量咧其實都有40幾萬噶啦，但係我睇到嘅 follower，哇，真係唔係好掂啊！所以我要加大力度，將我嘅頻道俾更多人接觸，俾更多人睇我嘅 vlog， 睇我嘅生活。咁我俾你睇下份稿啦，就係咁樣嘅。呢2萬字啫，我都唔會講好多好長嘅，所以我寫咗2萬字。呢個自我介紹嘅影片，咁我而家就用緊圖像式啦。你見到係有圖嘅，即係成個畫面咁樣 cap 落嚟，好似咁啊，好似成個畫面 cap 落嚟咁樣寫喺入邊，咁樣方便啊嘛。而我咧喺期間咧又學咗啲新嘅 term， 即係譬如 SYNC 啊、voiceover 啊、B-roll 啊咁樣嗰啲咯。咁見到咁多新嘅嘢咧，其實就令我發現拍片其實真係唔係咁簡單，即係一開始做嘅時候就已經知道佢嘅辛苦之處啦。咁樣即係又要寫稿啊、鏡頭安排啊、邊度加後製啊、邊度加字幕啊，其實好多嘢搞嘅。所以我會更加努力去將自己啲片整得更好咁樣咯，去努力成為一個 YouTuber。再見。